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基本嘅下晝嘅福氣類咧。基本嘅讓大家來了解日本嘅新書，呢本書嘅書名叫做《重病冊》，係一個14萬字嘅漢語長篇小說。哇，講到了大家是咪想講，哇，馬上就得寫出咁樣嘅小說，當然是你基本嘅內邊總簽名欣賞。了解佢嘅新書非常嘅恭喜，今日分享佢係你嘅總簽名欣賞分享。大家好，我按照總簽名。當歡喜基本上來紹介我自家嘅新書《重病冊》暫良演繹。哇，先生，公司才發哦，你講你嘅書名嘅時間，還有這個暫良演繹嘅時間，我嘅頭腦，我的腦子，規張腦閃過動到從一武俠嘅畫面，就是有那種武俠劇那種嘅感覺，所以這是。可以做得講嘅一本嘅武俠小說嗎？做得樣講嗎？做得，要做得樣講。唔單止，武俠小說係還係愛情小說，商業小說，哦，還有神老鬼嘅魔幻，寫實嘅小說。所以其實簡單講起來，基本上老太哥嘅小解，我自家嘅感覺啦，吼，用方言講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前面無人後尾未無人。喂啦，希望可以係會有人啦。因為吼一本書，因為呢一本書我要翻一下吼，老太家先適應一下，因為我拿到呢一本書係好暗嘅，呢14萬字，我其實還蠻突睇吼。不過翻譯咧，這是地講，呢地圖要幾多嘅信息地圖，所以呢，佢思想先生講嘅武俠、愛情、商業、氣氛，好，然後你講幻術也好，想象，啲地圖都乜解都有，唔單止係咁樣，還有你客家嘅鑼鼓演繹度地圖，還有，當到客家嘅你講動物嘅客家詩、客家話、客家文學，還有乜解啲麼？唔單止咁樣，還有當到嘅形容詞，還有兩本書係用客家嘅文字寫嘅，講到你係咪有一棵樹啊？先生，挺厲害咧！所以你是先生新書嘅14萬字，老師你寫幾多年？實際下差唔多3-4年。3-4年，唔過其實醞釀也好，想也好，靈感也好，其實聽說係超過3-4年。係醞釀過一開始寫，係醞釀嘅差唔多10年咧。哇！唔過係談講一個故事啊，個重病冊，係我細個小學家同阿公講嘅。阿公講嘅。係阿公講，佢南邊嘅山都可有重病冊。哦，先生，你可講一下嘛？嗰係重病冊喎。哦，一下日本人，一下從個人家下當到寺廟啊，嗬，尤其係日本嘅寺廟，特別愛去過年年初一家下愛。查個太公鼓去唱嘅鐘咧，有畫面，就愛用鐘。我要記下曬，係來人嘅太公鼓，哎，來過來，細細啲咧先來兩度誒，現代係啲一下就唱下去，嘅按照鐘嘅做鐘嘅太鐘誒，嗬必響。嗰個鐘邊車啦，嗬，其實車都按照稻費，係擺稻費。重病冊點樣咧？佢愛去拿太書同去敞開嘅有錢人嘅太門，可以去唱夾。係嗰個冇錢人咧，因為個泡泡嘅，佢唔是唱鬆翻嘅。地下就可以。係啦，根本你會冇好唱啊！我唱我有錢人啊，我有錢人冇按盤，啊別按盤。嗰個我用太滾鼓，哎呀，太個講得來，哎唱係。嗰個可以當做節奏，當做咩？好落多嘿喲！哇！我有一樣嘅節奏感，要去唱，哎呀，同佢哋講嘅都聽下哎出嚟啦，唱開來，叫做重病，係嘅太滾鼓嘅病啊，嗬，重病做車嘅，啊，我喺書面係解嚟嘅，暫良演繹，最講幾多人啊，當到幾多地方嘅好強，一個地方嘅當強嘅人啊。都往會自立為小王啊，自立為王樣嘅。反正天高皇帝遠，然後他又幹唔到啊。但係幾多邊都做王嘅，啊一日去打幾集，去打幾集，唱去，哦，
啊，像迄种都种动物量啊，也米农加米量头量身量米，哎，他个丢来丢去，啊，都保密咧，伊咧打他，伊咧打咧，像《三国演义》一样的吼，一方豪强，一方豪强，他吃的吃去，安样的啦。好，该做啲大家只会讲哇，唐一类非常嘅精彩吼，该人唐中墙面信上哇。刚还有那个有声书的感觉，有冇？还有一配音，有硬好嘅感觉。先生做啲简单，先到大家都讲，佢主要嘅故事係講乜嘅故事冇？就故事大綱，簡單嚟講係乜嘅故事？也就是講伊咧盜匪，清朝末年咧，台灣入邊伊咧盜匪搶人嘅故事啦。佢官方咧都有寫到一啲資料，不過一啲資料有幾下種嘅版本啊，冇嘛共用。嗰個係去地方嘅文史調查嗬，地方嘅文史調查嘅係佢咩結論留嘅官方有咩冇共用？民間還有一啲按照吳阿來歌，叫做本確實咧，係咪講也講勸善歌啦？嗰地方講嘅啦，官方嘅會較少。就係地方有一個人嘅名，按到吳阿來啊，佢係一種。像是傳說嘅人物、傳說人物，迄個佢都苗栗滿清度嘅老人家睇下就談，有談過呀嘅嘢，啊官方也有記載，故說佢係日本書嘅原型人物嘅靈感來源，錯冇？靈感。我因為家嘅地方當到冇乜嘅互相同意，都係當然矛盾啦，尤其有啊來後退啊，就因為有無像嘅講法嗬，故說我做小說嘛，啊做唔係個一定要走歷史家嘅地步，啊樣記載冇辦法去理解東西，就穿插變成伊個愛情小說，啊因為迄種變成嘛，就武俠小說樣嘅嗬，啊當然叫做年代，一定會叫做年代散壓，比如講史田都唔是講啦，叫做散壓唔是講。較特殊嘅係強弩，樟樹強弩嘅山藥，還有石油嘅山藥，還有原住民嘅織布嘅嗰種山藥，還有大粒嘅山藥，各種嘅東西。當然因為也做係按照，因為一個東西可以當到係冇辦法去講同意嘅，嗰個係會用嘅神鬼。望神咧，八光嚇，一定要去穿插，嘅時空中我有的我去比條哎樣嘅。因為你不是寫，因為我們不是寫歷史劇、歷史劇，你唔係寫傳記。比如說現在係青島一隻年輕嘅人物，去寫一隻虛幻嘅。一隻動好看嘅小說，對唔對？乜嘅都有講到文化歷史、原住民客家嘅山呀，先生係一樣意思。不過先生啊，記啲故事嘅提講係一個老嘅，嗱一個孫咧，阿公嗱孫咧係其實係冇，佢都追問佢，強會要死咧，對不對？係錯事。所以好點點佢都是。穿一道一隻，你講韓，然後佢就是做個第五度經過的動刀，是像先生講嘅咁樣嘅故事，都腦背其實是人嘅，唔過佢都讀第度是像係人強樣，所以大家就會想想，我談到咁樣嘅開始是第幾係一隻虛幻的基本嘅小說，就這樣講，就咁樣嘅故事睇講，就第度到底讀到乜嘅事情。係，我嘅。故事地杯，佢因為漢嘅地杯以後呢，伊過世了嘛，療死嘅，到地杯已經當到主要嘅故事，當然是清白咪又出來，然後漢嘅地杯都無天無地嘅，吼，就可能就係按照，講就係冇辦法，佢到地杯冇辦法成法嘅，又出來攞杯，我不講出來攞杯，不過又出來，啊，故事主要片。期待伊咧結束啊！所以看大家是做啲想看，個思想安樣嘅擴充，大家是啲做埋啲係一本動體片嘅小說是啲咧。你看伊隻阿公老孫咧，佢哋強強嘅要死，唔過好點點去到漢嘅地圖，基本用嘅起範嘅生法，吼，大家做啲想到，所以非常嘅精彩。主要係因為吼，我有貼佢咧講，你知，係講你想好好咧學習客家話、學日本史。佢另一本係講好好讀睇好，我遲到吼，馬上突飛猛進。會變到非常嘅厲害，好，咁但係像安樣嘢，其實本書還有當去搶李翹先生嘅鼓勵去寫，係啊，錯冇？李翹
老师啊，吼，佢建议90米岁哈，哦，佢也哈含迄个动用心去阅读，佢也可能写诗卡无按嘅，但是佢含喺中央，會寫詩，會讀書，我講呢本書送去俾伊，佢說哦，一背下用客家話寫喲，講給老師人嚟寫，佢都自己人嚟鼓勵下，啊，嗰個其實人嚟。寫，都才能寫，都才能來記錄起來。而且你考先生去一看的時間，去做了解嘛，是嘛哈，佢都了解一看是，其實一看到了文史界這種寫法，他就會說哦。這個很熟悉耶，要用來想，因為每個作家，每個大概作家，大概因為線上地圖之前有寫通俗啊、散文啊、寫詩啊，一定要這個筆法，就覺得哦，這個果真就是傑明老師的大作哈。所以李喬老師也就在這邊，在這本書特別有一個鼓勵哈，這樣子的鼓勵哈哦。2025年7月19，所以哈2025年7月19，所以兩本書真是係熱騰騰、掃掃嘅一本書哈。好，地圖還有動有意思嘅客家嘅故事、客家嘅語言，大家先聊下，你等下陣再嚟講。到場到種前面線上咧，做節目地圖大家咧小解佢出街，哇，少解衝遍小孫，14萬字吼。剛才講過嘅時間，我老先生書翻開來，我咧讓，我突然間有一種感覺，我當上逐日請大家向下來念書編輯，做咧談故事，有做咧學客家話，有做咧看客家詩。有一種突然求知欲變得非常的旺盛，哎，勇敢感覺。咁個上段節目要咧大家咧分享吼，這個李喬先生佢寫吼，叫吼全本書佢寫講，佢全本用客家法語寫充寫年參源泉，就原來的那個泉水的感覺哈，十分嘅難得慈航。就是令人敬謝哈，本人當警察，李喬詞有寫哦，根本就是當警察講，然後突然間發現啊，客家話講到都唔好，講到你啊，係啦，穩妥啦。我咧講基本呢個，你個卡啦 ，OK， 客家文學嘅解析吼，聽你時候咧講呢一件事情，因為呢本書唔單淨係當到嘅傳說到地圖，其實呢圖呢本書實際上係當到嘅客家文學到地圖。哦，你先來講，先生，這裡面有很多文學，對不對？係啊，也都係文學創作啊。錯嘛吼，你講唔單淨係用地圖，要當到先生寫嘅東西，做啲感受到客家嘅上癮。特別係圖書嘅世界會講到什麼大豬小豬落玉盤，然後你就可以有個畫面，噔，然後感覺，我讀呢本書要強愛有個感覺，先生。您今天您基本嘢係咪讓你來用自然腔好好嚟讀一下？好啊，幫大家來感受一下。我本來想嚟挑戰，唔過我這樣我會毀壞了這個文學的質感。文學嘅質感，所以先生我嚟講一下，錯冇？你攞你都讀一下冇？好。好，我哋邊要翻到吼，都有意思。任中見解一條。唔講我講出來，先生你強。佢話講上意咩嗬？講也團講上意咩嗬？講一片太的吹，烏頓茶炊，背囊昂頂叉嘅門，兩隻腳骨牛麻涼暗處，全都將腳頭邊硬出，樣簡單體內下，愛杜黑嘅叉嘅門。信上，你那是第幾頁？27呀。我想說，老師念的信上腿，我為什麼覺得很難的？我感覺哦，老師你剛讀的時候真的就很有感覺，都有感覺。你睇下看到誒，啱講誒，一團咩當神器啊？哪團？唔家講嘅個你冇按到歸按到嘅。信上你要讀一下嗎？好啊。好，先生你來。既然教主持人看到，來討論下。你冇按到，貴較多，
算来命要紧硬，真唔会拄到鬼。无下来天一摆拄到鬼，迄在团龙剑下做壮牛狗嘅下，竟然係土講，佢幾件啱啱隔意後加五，當多年後，揾佢做鬼，一擺都轉來團龍劍嘅下，幾件係江西的第二天年，佢見人都問。你有看到我頭南麼？你有看到我頭南麼？我覺得我去到做啲前一陣看起嘛，解凍好解環境，你跑下差，然後大家威能欣賞強下，然後欣賞好好對，係講有體力，是對愛用描述鞏固，真的很有意思。其實不用看呢，而且用躺，不過我覺得搭配着看比較容易理解。好，線上我們這邊是不是有一張30頁？老師，你翻到30頁。好，30頁，對，來看下。我覺得這裡瞪着很有感覺，30頁有冇欣賞？好。呢個係叫打我個嘴，係冇？好，我而家未睇下。哦，沙丁演嘅動片，一生唔是歡喜，一生多米嘅叫打我個嘴呀。上面在無風度見前時。見準，聽得西片有一聲叫盤角，要問南片、北片，上上相恩，西方埋伏。所來見到叫橋呢，係看到赤骨，也係看到嘅牛頭馬面。阿公嘅叫盤角限得你講哦，唔怕。要阿公出呀，咁麼，我接來敲碗。老師，你不是要敲嗎？敲碗。我第一你要敲碗，你要敲一下呀，一下的。下面不是有敲嗎？一樣嘅冇得教住來。係香港時常敲碗，用敲，就會有聲，有冇？哦，大家剛才有談到線上講嘅，比如講老師就會有擬聲。對不對？擬聲，然後你會學狗，對不對？線上你特別有講到一隻動特別嘅客家話，譬如講，叫打我個嘴，叫打我個嘴。好，叫打我個嘴。對，這個一般傳說地波呀，叫一般係汪，係叫咩嗬？但係啱鋪頭係越係風高下上海，唔會聽到幾個哦。記住係可能你後邊傳說怕看到冇槍呢啲東西，係唔係就係叫盤角？叫盤角係錯嘛？係冇呢個叫打我個嘴。哦，叫盤角，叫盤角係嘛？是都講叫盤角。我跟大家分享，然後大家都報告分享。我不知道舊年冇講過了，但是根本就節目地都特別的講出來。唔過講實在話，我一講出來時間，我非常嘅有印象。頭擺度我嚇到爸爸媽媽對打嘴鼓嘅時間，爸爸媽媽係講到埋事情嘅時，確實會咁樣講。甲硬不然佢電影講啲麼？所以我係當點錢談到叫盤講嘅，係唔係就按我嘅講講？所以大家是啲吼，係講你有兩本書，你是一隻當正規嘅保障，因為兩地圖是非常多按樣嘅用法，按樣嘅溫濕度地圖。好，了解大家你講到為什麼說我了解一種客家文化地圖談到上癮，咁但係按樣嘢哦，當厲害個女咧，一下好啦，大家咧講地圖喺度當到嘅鑼鼓演義，錯冇？係啊，好冇？誒，你咧講下鑼鼓演義嗬，先咧講一隻好簡單嘅，好咧，大家咧看一下。我用海陸腔去講先，做題目，我依講自然腔嗬，海陸腔係兩人豬頭摸木水。兩人豬頭摸木水，好哦，領人家的豬頭無木水，是不是這樣子？沒有覺好睡啦。好，無木水嘛，就沒有眼睛，哈，摸木水，你係乜個意思咧？先生，哈媽，我要來解答哈。鄉親朋友，你有想好你係乜個意思麼？我來解答，噔，落來大家來講出答案，意思係講。
主头东南主手，因为动态嘛，从东南主手，係講亮了了比解勝利東南所以咬牙啦，咬鬼啦，所以意思是係講亮應該主頭啊，鬼也不50歲啊。從麼？我撞燈火，慢慢聞，聞比地波都地波熟。老師，那我現在可以考試嗎？我走去考試嗎？老師，你可以造句嗎？啊，你可以造句嗎？哦，兩年豬頭冇衰，你下考試一下。考試家下吼，老師人講，啊唔怕，聽過你吼，我考試一天第一名。你講？哦，我當槍啊！叫我做醫生看，喲，奇怪，也有唔會，又唔會。哦，就開始我嘢慢慢地去吐到天呢個。哎呀，老先生講嘛，我會打天命哦。因為乃兩年豬頭冇衰，就係咁講錯嗎？是不是可以這樣運用？可以嗎？先生？錯啊！一般就講看難些啦，比如講做乜嘢咩好啊，要買。做埋個條路，做埋工廠咪好啊！嗱，人誇佢講，哦，3日唔做好，結果呢，當然咯，開始就1禮拜都做唔好，唔知好惡呀，嚇連兩年豬頭冇衰，就係咁樣。好，再講一句哦，嚇，下啲硬布頭會來鳥，走樹起到天光，很白話文的現象。不過動有意思，動有畫面，不用親朋友2秒鐘、1秒鐘、2秒鐘，大家要想到了係咩意思？我嚟到大家嚟講下答案。想好嗎？想好了。乜個意思呢？意思係早啲為安樣，早知如此，何必當初？應該要未雨綢繆。所以兩句話嘅意思係講，哎，下啲人不聽吼，為懶鳥吼，做事地踢到天光，對不對？早知道。會這樣，我應該要怎麼樣？就是我要未雨綢繆，所以係講啲人不聽為懶鳥做事地踢到天光。係啊，所以第5讀動都愛用個勞工言語，就速讀。頭半年吼，所以頭喺面床吼，寒天加嗨，喺貼屁股，有個貼白嘅嘢，你唔多來鳥啊，生日來鳥啊，唔帶下佢都會講濕，曬唔得走，嚇，個當結飛起嘅鳥，嗰種。第2個按表來鳥吼，你都起個天光，做乜留個屁股總是拍。這個好好笑，你要逗我好笑，這個好有意思。就是因為懶鳥，就是地踢到天光，錯嗎？係啊。我是覺得先去上廁所好食材啦，記得我哋水母之前生意偏熟啦，冇唔錯哈。好，了解今日เรา睇到咧簡單嘅記憶2句嘅勞工言語，地圖還有乜嘅動有意思嘅故事啦內容咧，大家聊下，等下就嚟講。東方宇宙的繞牆到中強民線上呢套節目，第2到大家都分享啲小樂樂嘅姓數。就你講小樂樂嗎？做得。我發現啊，客家話攞中強民線上係講大嘴鼓扮兩種是咪有進步一些嘅按我嘅感覺。好，講到呢一本書，你上堂節目吼，要講到，比如講你啲錄音當到嘅勞工言語吼，你要講埋早啲未來是去到天光嘛，錯嘛哈。不過都有意思係嘅，你一本書一開始拿到嘅時間，你壓力會動態，因為你性格都會想講按錯又按到按難。不過係講你只是打開嘅時間，是會不去寫到，是想又話按有意思，當時咧好好咧讀你個故事。為什麼這樣講呢？做乜這樣講呢？因為吼先生去談古都有意思，所以先生兩本書也有錄音，就有上書，錄音中，錄音中先生你講一下，一本書按度嘅事，我錄音我錄清究，古時而家係7格錄音，還有搭配又配一些音樂音效都喺度，你講一下冇？分享一下，因為我頭擺寫當到童書啊，吼，4卡手它5000字以內，我除了寫韓文以外，我還會來翻譯，還會留意拼音，還會來錄音還會寫開了。不過因為有13萬字到14萬字按多啊，吼，我搶寫韓語文就按太薄咧，冇辦法再個去做其他，所以也係開始用想去錄音，我先做一集團的啦，吼。是比較嘅，是效果也算以好。
因为有声书如果我係走一詩來念，但念唔係我有個深情啊，我有個啲個背景音樂吼，搭配起來吼，就彈起來就較有可聽性啊吼。每一隻詩你都可能都有看到，每一隻詩都有唔同嘅味嘅。其實啊吼，也有聲書也係在做製作中也做點總結啦吼，也做到後頭30點鐘係在安算啦。30點鐘，就成個係30點鐘。我啲，就係你迄個，我意思我啲，迄個迄個我講，大家來談按用嘅有聲書，要聽完要聽30個小時，談對唔對？談30點鐘。係的，按算才按樣係。一天聽1個小時，老師也要1個月1張嘢，營業堂1點鐘沒有1張嘢。哦。也就講看書都愛係嘛，也就唔講基本上要加動畫。加樣片、加音效、加聲音嘛，吼。佢應該睇係唔可以講輕，係唔可以講輕難讀啦。係講個動畫吼，你嗌有聲書係算有動畫，但係嗌資本裡沒有動畫呢？啊？那資本就愛啲，欣賞真經很用心，欣賞像講講台。大家冇想來看，所以先用這個，等一下給動畫先聲音落來從哦。老師，你現在要開始翻的，是不是？好啊，很有意思哦。用前面要看一下哦。老師，我們現在是要先看武俠，還是先看愛情？先看武俠還是先看愛情？武俠，好來。好，因為呀動畫都要左上角了，右上角，資本的翻書。你睇看哈，也可能就會有啲人哦。上次拿棍的吼，打去，L 嚟 L 去哦，哈。有誒。武俠小說，看到一邊呢，哈，一般講，多掙脫多脫，要多轉的。所以下愛看呢。加係掙脫，下演係不一樣，但再多演轉來。第八吼，係啲細妹木族，伢吧，細妹木族伢，細妹木族讓伢係乜個意思啊？眨呀眨，愛情眨，眼睛眨呀眨。看就那個，讀完有？有，情浪漫呢。係啦，佢像其實啊，還有左春香老師哦。我一開始甲下下課嗰陣，我就唱起咱來校對啦。就迄個我下邊有的詩係沒有像錯，老亞下校嘅譜係沒有冇重樣，其實咱校對。佢當然子哦，看一邊、兩邊、3邊，唔但是掙脫多脫哦，脫幾下邊以後，就呀啲乜有意思哦，然後咱個寫2篇論文，去投個新陽平社區大學客家人文學研討會。嗰個係片要寫去客家必飛，佢嘅咩係客語文學嘅研討會。佢寫好去嘅有時候要學唔過年，要講話跟住咧拿去講客廣播天台嚟做廣播節目好冇？係講好啊！我寫東西嗬按太本嗬，唔對冇辦法看，唔得係本多吹講啦嗬，亦都拿去報道天台啦，廣客天台做。嘅通嘢咧一多盈利了，從嘅報道客家天台嘅台長，唔係台長嘅董事長王源他先生，一派一下歸天台嘅人都比嫌去，從下做日本嘅人咯，總編輯係佔用原因。總編輯嘅廣播劇，就廣播劇咁樣咯，傳譯總編輯吳亞來。穿越劇啊，佢當流行嘅穿越劇時代一套，今世前世哈穿來穿去，啊做起伊啲咁樣嘅，好像嗰兩個細妹哈，而家認真哈，當活潑呢，個字啊都好彈嘅呀，係啊，彈嘅當成字，用嘅伊啲先生伊啲學生嘅，講起個大水鼓吼當成詞哦。所以其實講到嚟，大家是為地講，其講你做啲看書、講書，咁樣嘅充篇小說嘅故事，認為一種是欣賞係個行擺6號30點鐘嘅有上書，係講你想去看書，你是用談古強容易是表出來你做啲談到故事，不過你下係講想先夾都談，你要廣播節目，對唔對？是用廣播劇，因為廣播劇大家有啲是用大家當了，你先
挑牌嘅你都好谈公布卡，係啊事實上你哋廣告挑牌嘅科技冇辦法大概世界，手機冇辦法大，所以大家家下談垃圾肉，從我談垃圾肉，即下就係講，水凍就水紅魚咯，拎下菜直接談垃圾肉變落去，大家地圖是不是談到？而且因為公布卡有角色扮演，角色嘅。染春嘛，所以你做阿公愛做生意，係冇愛做生意做乜嘅。所以線上兩本書地圖係講大家認真來看嘅時間，佢啊市場係劇本強咯，所以做埋佢都做得做公布，其實係因為兩下公布節目，佢基本上係冇改線上嘅東西，佢是找線上嘅書，按用的念嘅地圖，一下你做得做了隻角色，一下你做得做了隻角色，地圖是動作來推遲。市場講到，你上台節目要講到上映，係講主持人讀地圖，佢也做得模仿，按樣改上映，所以大家做啲想下，因為大家可能也認識認真而家降誰妹，客家嘅主持人，佢係講辦到地圖嘅書，要按樣嚟公布客家世界，佢咪模仿地圖嘅上上家下現在有辦理那個橋嘛，對不對？橋盤公改上嘛，所以大家是做得想。堂街公布起來是要幾精彩，所以今年佢也入圍咧客上獎。係錯，記得講看日咱參與啊演出以後，我客家進步當多了。聽說沒啊？也都愛上嗰啲東西啊。而且先生而家客朋友係真的就是客家人講法嘅用誒，因為客家人真真突然有個語助詞，韓國麼呢啲麼，就是那個好咯。後連改就是要按用嘅，所以佢兩本書做埋有意思就係用嘅。好，咁但係按用線上寫兩本書嘅時候，大家會啲客家話其實咧係講用呢個注音嘅輸入法唔係咁簡單，所以線上貼係用漢語拼音輸入法，錯冇？輸入法也係要漢語輸入法，是一兩年真佢是較改進較好嘅。前2-3，其實前幾年都有嘅，我都一直用，後擺還冇按字片，也還印做印字片嘅。之前講也像13萬字、14萬字啊，嗬，唔係冇較完整嘅一個漢語輸入法嗬，唔係用注音按變去嗬，這你會做唔？比如講，比如講按字寫，對不對？比如按字寫，客家話係按字細嘛，對不對？按你係講用注音就要打按。字細細，你等於是要轉翻200。這些注音符號下吼，按照任載細，按字寫，你就要看到個。排斥，任載細，啊，你就會轉翻到任啊，任，然後啊，你會字又很難。工作黑工你用拼音，你就直接打那個英文字母嘅符號，係咪？按字寫直接打住吼，就印下，啊，其他字吼點落去較好寫，因為客家字咧重複率較少，故說有也或者也按多年吼，學維飛啦也教育部，從他從也嘅輸入法，印做緊印字片，所以本來就自己我創作嘅人吼，加親好。好，老師先生，今本日真嘅請歡迎你嚟到鴉片，唔過鴉本書你好好地推薦一下，本日上市沒有個時間，其實請叫做你講清楚，嚟推薦一下，大家做埋一聽錯一看。客家香港，我想要講客，我想學客家話，嗬，唔係用嘅小朋友嘅一句句，我係爸爸，我係媽媽。一種嘅情節唔啦，我做寫一篇用小說，愛情小說，武俠小說，符合大家嘅一樣嘅習慣。有愛情小說，拍當好看咯，那有乜嘅情節吸引？其實簡單來講，你根本就是在看一個好看、看到好看嘅故事，又做得好客家話，所以安樣嘅，總之是欣賞恭喜。也是冇欣賞，感謝欣賞為你寫兩本書。好啊，咁咪感謝也嘅出版社嗬，也遠見出版社，佢一當上寫啊，特別唐山出版社咪當上寫，做係唔敢寫嘅都敢出，冇穿錢唔怕，係做作家咪樣啊，要穿冇穿冇上過嚇，都客家人做寫。係一種嘅熱情也好，係一種嘅沙飛嘅經驗也好，真正感謝欣賞。都做網絡一買，網絡一請，做嘅用路都做得請得到，各大通路都有可買，都做得賣，所以老師是冇呢。
新聞嘅各位觀眾好，聽年後咧，繞場大家以賣書咁個啥呢？先嚟做運動哦。繞場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宿傾集，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落兩個影片傾集分享出去俾大家哦。